咁準時食飯又點啫？一定吸收到㗎。喂，大佬，你唔好食啦，你食自己啦，好消極，好討厭。你做人咁樣諗嘢，的確唔使推進關係，推自己翻屋企啦。有啲就第二、第三次先收皮，次數不同，但結果相同，就係因為你冇推進關係，白白浪費咗約到對方出嚟嘅機會。你冇推進關係，會造成3個負面情況。第二，對方覺得你好悶，係啊，你好有禮貌，好好人，成個君子劍岳不群咁，但你好悶，好正經，悶係因為你冇 flirting。你繼續咁樣溝女，好快你就會成為一個收藏家，好人卡收藏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今條片講溝仔溝女好重要嘅嘢，推進關係。當你啱啱識咗個對象，出咗街1次2次都唔推進關係，第3次好可能就係你最後一次。當然有啲連第3次約會都冇就直接收皮。坊間有好多唔熟兩性關係嘅朋友，總係唔明白，成日諗點解同對象出完街之後冇升到水溫嘅，反而對方 message 冷淡咗、難約咗。你有冇試過咁嘅情況啊？原因好簡單，就係你冇推進關係。係啊，加埋呢句應該明晒㗎啦。人哋唔係諗住出嚟識朋友啊。嗱，我曾經拍片講過，溝仔溝女千祈唔好講正確的廢話，即係聽落好似啱，但你諗深一層會發覺根本冇答案、冇意義、冇啱定錯，但就極之負面同消極。例如，你去買衫着得好睇又點啫？你咁矮都溝唔到女㗎啦。聽 Angus 講，唔使理呢啲人，因為講呢啲嘢嘅人係一個唔敢面對自己缺點，但又唔抵得人成功嘅廢柴，單身廢柴。人一定有缺點，你點都有嘢俾佢講。喺溝女界，你好有錢，等同有異能。強如富3代鍾培生夠有錢啦，佢都俾人話佢着衫唔好睇，個頭遮得唔好之類。人無完美，你一定有嘢俾人話到。只要你內心一時唔夠堅定，一聽碌廢柴講係喎。我努力改又點啫？我都係點，我都係溝唔到女㗎啦！你一旦咁諗，你就從此都溝唔到女，因為你咁嘅思維，你就會乜都唔做，陪碌單身廢柴一齊成為另一碌單身廢柴，成世單身。嗱，我講清楚先啊，單身絕對唔係廢柴，單身可以好開心，好 enjoy 過佢哋嘅人生，呢啲叫單身貴族。我有啲 friend 都係咁，而我講嘅單身廢柴雖然都係單身，但係佢哋內心其實好想拍拖，但又溝唔到女，唔識溝女又唔去學，久而久之就妒忌拍到拖嘅人，所以成日講埋晒啲正確的廢話去迷惑人，去宣揚佢哋既負面又消極嘅信念。放棄吧，朋友，你做乜都冇用。一齊做碌單身廢柴吧！好似今條片嘅 topic 推進關係，呢啲單身廢柴實會講推進關係又點啫？一定溝到㗎。所以點解叫做正確的廢話？因為呢啲説話對件事完全冇貢獻、冇幫助，點講都得㗎喎。你努力温書又點啫？一定合格㗎。咁你係咪唔温啦？你咁勤力學車又點啫？一定考到㗎。咁你係咪唔學車直接去考啊？你咁準時食飯又點啫？一定吸收到㗎。喂，大佬，你唔好食啦，你食自己啦，好消極，好討厭。你做人咁樣諗嘢，的確唔使推進關係，推自己翻屋企啦。做人又好，溝仔溝女又好，一定要為自己積極正面。你諗下，對方肯單獨同你出街，其實佢已經打開咗道門，睇下你適唔適合，有冇 feel，絕對係有機會。有一個邏輯，大家一定要知道，對方單獨同你出街係想睇下有冇進一步嘅好感，唔係諗住同你做朋友。你諗下自己諗咩你就明。因為你都係咁諗，你約對方出嚟為咗咩啊？想溝人咯，你唔係想同人純粹做普通朋友噶嘛？對方都係，但當你同個對象第一次出街，你就君子劍上身。明明你好想溝人，但成個過程你都好有禮貌，冇越過普通朋友嗰條界線。君子劍。好啦，第2次俾你約到佢出嚟，然後又冇推進關係，又鬼上身耍晒君子劍咁，最後經常見到嘅結果，對方覺得你好好人。嗱，有溝過下女嘅人都知呢句嘢並唔係讚美，係拒絕。好人卡。有啲人第1次約會就直接收皮，
有啲就第二、第三次先收皮，次數不同但結果相同，就係因為你冇推進關係，白白浪費咗約到對方出嚟嘅機會。冇推進關係點解會被收皮？聽清楚，因為對方出嚟唔係想識朋友，係想識男朋友或者女朋友，你都係。你冇推進關係會造成3個負面情況。第一，對方會認為你對佢冇乜意思，就算你繼續約佢，佢都只會覺得你可能無聊，想揾人陪，你唔認真對待呢段關係。第二，對方覺得你好悶，係啊，你好有禮貌，好好人，成個君子劍岳不群咁，但你好悶好正經，悶係因為你冇 flirting， 你繼續咁樣溝女，好快你就會成為一個收藏家，好人卡收藏家。第三，對方唔知你想點 ，keep 住約人出嚟，但又 keep 住唔推進關係，最後對方只會覺得你係一個賤男或者渣女，你想吊住佢對你嘅興趣同好感，但又唔正式同佢拍拖，所以喺坊間大家成日都聽到有啲女同個男仔出完街之後會講，佢係幾好啊，不過仲冇 feel 咯，梗係冇 feel 㗎，因為個男仔同條女出街冇推進關係啊嘛。所以記住啦，約到對象出嚟唔推進關係，等於親手推自己返歸。老土啲講，即係捉到碌唔識脫角。最後啦，有一樣好重要嘅嘢，我需要提醒大家，就係我哋必須要推進關係，但唔好一見面就拖攬錫。幾年前網上有條友教人第一次約個女仔出嚟就要拖攬錫，得就得，唔得咪下一個咯。咁樣教人害死人啊！第一次見面拖攬錫甚至 one night 當然可以啦。而家個年代邊個食邊個都未知，但係聽清楚，呢啲嘢唔係唔識溝女嘅人可以做到㗎。因為第一次就能夠有身體接觸、肉體交流，外表佔咗7成，3成係 flirting 嘅技巧。其實好易理解嘅，大家幻想一下，有2條友仔第一次約個女仔見面就拖攬錫，一個係金城武咁嘅樣，另一個就8兩金咁嘅款頭。你覺得佢哋拖攬錫之後個後果會係點？金城武就係浪漫，8兩金就係非禮。喺坊間溝唔到你嗰班，一般嚟講外表都唔多掂，起碼冇執自己外表啦，或者唔識執。所以網上嗰條友公開教人第一次就要拖攬錫，佢唔知睇緊嗰個係金城武定係8兩金，而冇乜思考能力嘅友仔聽咗佢老點，對女仔摸手摸腳，咁樣俾警察拉就係佢嘅宿命。其實要同個女仔好快發生關係好容易，而家咩年代啊？你識溝女就可以做到，所以千祈唔好做埋晒啲非禮抽水嘅行為，要坐監㗎。衰風化入到去俾人打就陰公豬㗎啦。如果你想學點樣推進關係，即係啲 flirting 嘢、曲線刺激對方好感等等嘅方法，即刻去報我嘅網上課程，課堂會教你點樣推進關係、flirting 等等，有圖有例子，易學易明，一學即用。我會將課程條 link 擺喺影片描述度，想溝到女嘅男士們，想吸引男士埋嚟追你嘅女士們，即刻報名上堂。你自己嘅愛情人生都唔積極，邊個會同你積極啊？中意片俾個 like 嘅話，記得訂閱個 channel 同撳埋加留鐘仔喎，咁樣出新片你就 miss 咗啦。我哋下條片見，拜。